嘉南疗养院附设精神护理之家，引进预防跋倒人工智慧照护，目的就是要预防老大人跋倒。住伫这时段，若离开眠床，系统就随发出警示，互护理站知影。这项新科技除了减少这照护人员的负担，也提升住伫这的照护品质。 时段推在门床，便拿起床离开病顶，系统的警报器就发出声音甲警示。这是护理之家引进的人工智慧照护系统。因为根据嘉南疗养院附设精神护理之家统计，因为捌发生这件住民暗时跋倒的事件，主要因为时段老化，加上部分有食安眠药啊。即摆有科技辅助斗3工，那减轻第一线人员的负担，住民拢感觉有这了后帮助真大。我过去也袂渐啦，若要起床就随有人来看啊。确实足多啊，被开伊会叫。伊会叫哦，好，安尼恁即摆较少咧跋倒还是安怎？较少跋倒。 院方表示，每时照护人员较少，技术较歹马上发现有人跋倒。即摆有辅具放伫咧眠床下底，结合床珠啊、压力的感测器，会随时发警示传到护理站，参护理人员的手机内底。系统来分析每一人困眠状况，只要任何状况，照护人员会随过去。护理长表示，仅使用到单，就不会发生跋倒的状况啊。我们也去跟工程师做了很多讨论，譬如讲，伊爱坐开时阵，我就爱发现讲，一定起床啊，可以赶快立即性的让工作人员到我的床边，好，就是协助他可以下床尿尿。所以我们很多件都是因为这样的及时，所以可以让我们的住民不在床边就是跌倒。虽然已经引进智慧照护，不过院方也是逐工带住民做运动，嘛安排各种无同的课程，通互因会当刺激脑部，延缓老化，保持健康甲活力。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。